遐伫咧台北有一个80外岁阿桑昨哦，赛车经过北投自大路口，煞启动路边的电火条，又去弄到头前的车。遐这台车呢，转向前哦，启动停伫咧路边的乌托摆，加在是无人着伤。遐这个引起事故的阿桑呢，是无食酒，哪会出车祸？警察也在厘清。 驶过一半车，雄雄冲向人行道，甲顶条弄歹去，煞来个弄到小客车，造成小客车冲向头前，弄到路边停车架汽车。这个交通事故确实发生伫台北北投，开车80外岁妇人惊到要死，验过酒测大是零，警方到现场处理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本分局警力迅速到场处置，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0，车架级均正常，肇事原因厘清中。 由去年新北三劫发生，侪岁人无驾照赛车去弄到人，造成3人死亡、12人受伤的悲剧。也来北投这个事故，也因为侪岁人赛车造成事故，引发注意。警方调查了发现，妇人人违照规定完成，侪岁人换照，所以驾照无问题。公民团体建议，侪岁人加坐大众运输，较莫家己赛车。 台北市长者其实，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是蛮方便的。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，我是建议长者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，让各方都比较友善的做法，其实不一定是说让这些人不要上路或者什么的，就是透过一些方法，然后去降低可能的伤亡概率，或者是说把整个交通环境变成说大家都可以使用，这个才是比较大的一个重点。 交通部也公告，对5月开始换驾照年岁对75岁降到70岁，有加大约128万名的老大人必须换驾照，并且鼓励老大人主动加这个驾照。高等期提供公共运输坐车优惠。乐观团体认为，为了防止过路人伤亡，政府应该对着人行所在进行防护的改善，也是加强，也要降低可能的性命危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